好来，乡亲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来看台北的北投一间汽车的保养厂火烧厝，半暝4点外庆火烟刷来，1、2楼的铁皮厝瞬间就烧甲变火球，佮烧过隔壁的公寓。一对姊妹啊，33岁甲36岁，掉伫个铁皮厝内，有敲电话来喊救命。警消人员透过电话要甲因引导到安全的所在，但是电话讲到一半就被通了。这个警消是破窗救人，经甲2姊妹啊送病院，但是已经救袂回来了。火非常大，这剧烈的火势，警消除了对正面抓水灌救，嘛西到后面想要灭火，但是铁皮厝过拢烧起来。为了抢救受困的人，警消破坏铁皮外墙，入去内面搜救，嘛袂过前面火遐尔大，爬梯上楼，总算找到2个人。被救出来2个女子分别是33甲36岁，是亲姊妹啊。疑似去乌烟结啊昏去，送医急救，不过也是无法度救回性命。引导他们怎么样如何去做一个避难，那另外也询问他相关的位置，提供给我们现场的同仁去做抢救。但这个通话不久以后啊，这个民众啊就没有了音讯。这场火势是紧个命，主要原因是除了铁皮是违章建筑，这1楼后面嘛放一罐油料，还佫有计经的弹讲拢是容易导火材质。到底为虾米是安怎导火起来？该当家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。